2022日本青森红前物产嘉年华16号伫个台南大湾东百货来登场，伊个幼龄幼儿园小朋友的歌队表演，甲归南国小的传统艺阵跳古镇的演出，为活动来揭开序幕。包括湾东百货公司的总经理徐雪芳、台南市长黄伟哲拢共同出席开幕式，象征台日的友好情谊。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到2022年日本青森县弘前市文化产业物产的交流活动。事实上，弘前市樱田市长是在疫情台湾因为疫情开放之后，第一位率团来到台南拜访交流的友谊城市的市长，验证了弘前市跟台南市两市深厚的友谊。弘前市的苹果占日本产量的20%，台南市的芭乐也占台湾的产量的20%。希望樱田市长可以品尝品尝。对2011年伫个台南大湾东百货举办青森县红田苹果的促销，到今年已经迈入第12档。湾东百货营运长林章峰表示，对第一年的苹果促销卖出3000粒，一直成长到17-18万粒。今年有机会会用突破20万粒。报告各位一个记录，这个是非常好的。我们从11年前台南市做那个苹果展才卖了一年才卖了3000颗，到今年应该可以达到18万颗，甚至超过20万颗。所以大家顾客都知道会卖这么好，因为顾客都知道最好的弘前市的苹果都在远东百货在那个销售。由日本弘前市长樱田宏找来第一批新鲜现版的弘前苹果直送，并且致敬予表演的小朋友。现场还阁找来日本当地弘前碎膜祭典，予民众唔免出国，就会用欣赏当地原汁原味的演出，为活动带来最高潮。该活动对16号起一直到12月4号，由台南大湾东百货首先登场。接续还阁巡回高雄、台中、台北甲新北等，想要尝鲜的朋友会当到湾东百货、日本青森红前物产嘉年华来行行踅踅。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。